Hello，各位主人人，大家好。之前40日禁食禱告已經完咗咯，大家有咩得着先？我有啊，我覺得同耶穌近咗好多啊。咁就啱啦。如果各位弟兄姊妹喺呢40日嘅禁食禱告裏面有啲咩經歷同埋得着，記得 DM 你哋區嘅同工啊，你嘅得着同埋經歷將會成為別人嘅祝福㗎。咦，Nicole啊，聽講上星期咧你參加咗職貧區同埋青少區嘅聯合聚會喎，覺得點先？我覺得好正啊，可以同唔同區嘅弟兄姊妹分享自己職場上嘅經歷，原來大家都好有同感㗎。除咗彼此分享之外，嗰晚我哋仲聽咗好多見證，大家仲分享咗職場上嘅掙扎添。而同一時間，另一邊學生嘅我哋都喺新起點聽阿欣分享，由學生到職場身份轉變將會遇到嘅一啲屬靈困境。講起新起點，我知道新起點嘅同工啱啱過去嘅4月1號都去咗小學裏面主領復活節嘅聚會喎，能夠喺復活節祝福到學校嘅老師同埋學生，真係好感恩啊！耶！咁不如我哋一齊捉緊復活節嘅尾巴，將福音傳俾身邊嘅朋友同埋家人啦！想 book 小組房嘅弟兄姊妹要留意啦，教會嚟緊星期1同星期2都係休息嘅，所以 book 房時間會延後到星期3嘅晏晝2點鐘。大家知唔知點解有咁多紅色膠袋？係因為好多時候我返工嗰陣時都會有人送啲紅色膠袋俾我。佢送膠袋俾我嗰陣又冇問我要唔要，咁我又唔好意思唔要，咁我咪收咗佢咯。嗱，記住唔好再送膠袋俾我。OK， 我而家俾翻個感受大家，唔問送翻個膠袋俾你哋，仲要專登送翻最原始嗰款膠袋俾你哋。希望大家可以好似我咁，儲住啲工作經驗10年20年，差唔多到新嘅季節，計劃前路。開拓自己嘅眼光，了解自己多啲，祝大家有個合適嘅職涯規劃。如果你同黎明一樣打滾工場5年或以上，又想拓闊自己嘅眼光，邀請你一齊參加職涯探索工作坊。日期係5月8號、5月15號同埋5月29號3個星期五嘅晚上，費用每位300蚊。講師會透過輕鬆有趣嘅活動，幫助大家探索個人興趣與價值觀，拓闊眼界同梳理目前嘅困惑同埋挑戰，幫助學員去思考並作出適合自己亦合乎神心意嘅職涯選擇。講師為香港專業人才服務機構總幹事林寶照先生。想知更多，歡迎參閱相關海報。成年人要經歷神，小朋友都要聽見福音。移區喺下星期日4月12號晏晝2點半至4點半喺23樓 K 室舉行移區佈道會，題目為童真快樂。節目非常豐富，有遊戲、詩歌、互動劇場同埋信息分享等。歡迎弟兄姊妹帶埋你認識4至11歲嘅小朋友一齊參加。報名請掃 QR code。究竟你知唔知乜嘢係短宣㗎？唔知喎。咁你又參加？咁放暑假啊嘛，又有時間想出下國，咁咪參加咯。短宣唔係淨係要呢啲㗎。咁仲要啲咩啊？想知更多，我哋一齊去參加短宣行前訓練啦！參加咗或者想參加日後嘅短宣，又或者對短宣有負擔嘅弟兄姊妹要留意啦。如果你想知多啲短宣嘅內容，同埋想知道服侍前、出發前有啲咩要準備，就唔好錯過短宣行前訓練，費用係全免㗎。訓練日期係5月12同埋19號，時間係晚上7點半至9點半。已參加嚟緊教會幾個短宣嘅弟兄姊妹要留意啦。除咗용水短宣隊之外，其餘出發嘅隊伍都係必須出席㗎。另外，暑假嘅短宣都未截止報名㗎。如果你係低收入家庭嘅成員，又或者係學生報名參加短宣，將會享有成個行程1/3費用嘅資助。仲考慮緊嘅你，不如快啲一齊報名啦！咦，係咧，Nicole、Jamie，你哋復活節有咩搞作啊？冇啊，都係同小組一齊過㗎咋。咁就啱啦，快啲約埋小組一齊參加感官復活節沉浸式展覽啦！弟兄姊妹可以透過五感感受同埋默想基督受苦、埋葬、最後復活所帶嚟嘅期盼。展覽日期係4月3號至5號，由中午12點就會開始㗎啦。一陣完咗崇拜之後，大家就可以去 reception 同埋新起點參加㗎啦。冇錯啦，趁住復活節咧，我哋一齊去紀念基督嘅死同埋復活，反思同我哋生命嘅關係啦。今個月嘅家事就嚟到呢度啦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